你有进来的，去互人有福气。原底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欢意足。长老，伊来咱教会来录影。我们今天很欢迎林长老来我们教会来录影。林长老是第一代的信徒。林长老他是第一代的信徒。台湾伫下面教会伫遐做长老。他在双联教会做长老。即摆是美国、台湾到处走。他现在在美国、台湾两处的走动。还是一个真有力。这个行动派的志工，他是一个很有力、很行动派的志工。咱会听真欢喜，伊来到咱教会参加敬拜上帝，佮给咱录影铺上网，全世界人好咱看到咱做礼拜。他今天来到我们教会帮我们录影，也会上网我们的聚会在世界的网络上面也可以看得到。咱期待等一个小朋友，伊赶倒转来，当来献诗。待会儿我们会请小朋友回来在这边献诗。这个小朋友呢，真期待因献诗会当被铺上网，全世界人会当看到。小朋友也很期待他们的献诗能够放在网上，让很多的人看得到。这通过是咱神的教会真大一个荣光。这也是我们上德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。咱伫这礼拜拜五，咱有第5遍的这个社区这个快乐联谊会。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五，11月18号，我们有社区快乐联谊会。这个工作是上面教会给咱帮助，咱才当持续的进行。这个聚会呢是双联教会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持续的在进行。咱12月18嘛，要伫这个社区来办圣诞的庆祝会。我们在12月18号也要在我们的社区的活动中心办圣诞的庆祝会。这个嘛是上联教会给咱帮助。这也是双联教会给我们的帮助。有人给咱帮助，期待咱家己的人就要较出来。有人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尽力。所以咱时常为这事工来祈祷。我们要常为这个事工来祷告。要来拜五，咱是期待更加多社区的人会当来咱教会来参加这个联谊会。在这个礼拜五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社区的人更多的来参与这个联谊会。咱若认真的做，我们如果认真的在做，别人欢喜给咱帮忙。别人也会很高兴的帮助我们。咱若大家安尼真冷淡，如果我们若是很冷淡，人要给咱帮助的心买力，人愿意帮助我们的心也会冷去。教会温馨的团队。
所遇到问题，预备上帝听他，伊就圣神相通，甲恁大家十分地，就一时到永世代如今。阿门。